若准讲你介意阮的节目，欢迎订阅、起赞、甲分享出去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创啥会阿香。今日咧又搁要来带大家来看展览嘛吼。今日的展览是来到台北的一个足特殊的所在，伊是伫厝内面做一场展览吼，所以你看我即摆坐伫碰椅头顶，所以这内面是一个厝内空间。厝内底嘛会使做展览吗？阮等下就来访问其中一个成员，即个展览其中一个成员叫做兰蔻子那刘啊就来听看卖伊小解讲，即场展览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为虾米会想咧伫厝内面咧做展览？伫厝内面做展览有虾米无共，也是较趣味的所在安尼，阮就来听看卖那刘啊，甲咱小解即个展览吧。我即摆就来采访一下就是讲这场展览伊是安怎组成的好，那蔻子现在问你问题，然后你就我会问2次，第一次是中文，第二次是台语，然后你就反正问题是同一个，OK， 好想先请问这档展览的组成的成员是怎么产生的？这场展览的成员是安怎组成的呢？我们成员有4个人，有林安鹏、顾晨阳跟王如轩，然后跟我，然后前3位他们是摩登浩斯的第1届成员，应该说他们就是创始成员，然后他们是高中同学，然后这次就有蔻子，然后我们是怎么认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慢慢透过朋友的朋友认识的，然后主要是安鹏的朋友，就有点像我们是安鹏的朋友，因为安鹏的朋友圈，对，有点，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好，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这一档展览的展场非常的特别，它在一个居家的空间，那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空间举办？或者是做展览，对，这个展览场所真特别伊是伫一个厝的内底的空间，所以可能有客厅也是讲房间等等，为什么会选择伫咧这样安尼的空间做展览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安鹏同学他快要搬家了，所以我们就想说用安鹏他要搬家这个环节，他会打包东西，所以他的空间会空出来，然后刚好适合做一个在客厅就是展场的展览。然后他是启发自于有个艺术家叫张成军先生，他在去年的年初也做了一个叫做客厅就是展场，客厅及展场的一个展，所以我们就也想在台北弄一个这样。了解，所以跟搬厝有关系。再来就是想要请问一下。在这次的作品的产生或者是讨论，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那以及它要不然先问这个好了。这个作品的三星以前安怎一个规定嘞？而且这个展览的三星。这次展览会产生，是因为我们那个安鹏同学他想出了摩登 house， 就是应该说这个第2次可以有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有副标题叫超轻量。然后超轻量是指那个爬山在登山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它的装备很轻，然后可以折叠，但是它很有效，然后很有用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想做一个，有点比较像轻巧，或者是有点巧妙的以一种方式，然后也不是说轻，应该说看起来没有太用力的在办一个展览。然后刚好适合安鹏的居家空间，因为他本来就会在家里做东西，就有点像这就是他的工作室这样。然后，我会办一个展览，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慢慢讨论，然后终于决定说要，以他家为空间来做这些东西这样。那在居家空间里面做作品跟办展览，觉得有什么比较特别或困难的地方吗？就是咧较厝内底的空间做作品，还是讲要思考展览要安怎甲做成功，伊有啥物较特殊还是较困难的所在无？我觉得他一开始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最一开始就想到的是那个其他3位成员想到是用邀请卡的方式去邀请观众来，就是观众会拿着那个邀请卡来开我们家的门。
然后也是从这个，因为它是居家空间，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开放给大家，所以用邀请的方式让大家来看这样。然后刚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哦，就是第一在比较居家的空间做展览跟作品，有什么困难或特别的地方？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观众要怎么来这件事情，或是我们要怎么找观众，然后再来的困难其实比较像是可能讨论空间要留哪些东西这样，因为有些家具我们有把它撤回去，或是搬回安棚家这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讨论有经过一些时间在筛选，然后筛选下来的我觉得大家也留了一些时间来决定剩下的家具可以怎么被使用这样子。大部分是被拿去做作品这样，或是以某种方式被处理了一下下这样。好。我的那个储存空就要用尽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档展览有什么想跟观众说或者是提醒的吗？就是关于这场展览有啥物话想要跟观众讲的，还是讲欢迎大家来看展览的所在无？就是希望大家在看展的途中会发现一些甚至不是我们预想是作品的东西，然后他在逛的途中会感觉有乐趣这样子。好，多谢那刘啊，谢谢兰蔻子。大门锁匙拍袂开，开门。电火。植物、玻璃刀仔、光影、蜡烛、写电脑边的字、浴巾仔、花、影像、食饭刀、碰椅、暗巾、客厅、壁、卡垫、翕影、手、雕塑、窗外风景、房间、衣橱仔、衫裤、走廊、架仔、铜鼎画仔、碗盘、豆影、灯座、手手、细细角角的目珠、